上下来呢就会讲到上挑啊，刚才面前讲的上母、韵母啊，还有讲上挑的青葱叶的可以讲上挑呢，第一个讲的音高，音高就会上音嘅高大嘅变化啊，第二就会音长啊，音长就会上音嘅长短啊，音高冇问题啦哦，大家读嘅头摆学注音符号，喺你从细学到大哦，本来讲法就又高又大嘛，你嘅上音佢嘅上挑又高又大。啊，就像关于讲的1、2、3、4声客家话有韩国加一个东西哦，客家话有日常时就会加讲到一个舌音的韵味的有日常时，日常时就会上的嘅长短就较短，音长较短的比如讲八佢嘅时间就较短就较短。也就就会上挑的部分太搞会重，要躺整来再下来就会调类挑类挑类上挑的种类然后音高变化相同的词归腔下佢就会挑类同个中古汉语来对应你四音法有6个挑类。你就讲一般讲6个挑啦，会6法呢就有7个挑7个挑比如讲分片嘛呢，4个客家话就会音频、用频、上上、起上、音译、用译不过也条呢也唔是太家去记啦你就讲中央讲出来，做嚟记出来安尼就好咧韩国就会挑出。挑出呢就会上挑的突法就会音高的变化然后给描写出来就会挑出不过挑出呢佢主要是相对的音高唔係切对音高無像你學音樂的人佢嘅哆來咪發嗦佢係切對的音高你也偏講挑出高大就係一個相對的觀念相對嘅好上挑你來看表示的方式表示的方式呢有2種一種係書詩法，一種係圖詩法2種咧聽下講因為老圖字的表示法有關係當作看到圖有音長有音高音高呢分做5圖1、2、3、4、5做嘛會分較大條嘅因為5圖呢就拉用嘅做啲去表示上音嘅高大嘅睇下看到有啲嘅輕高嘅音頻也係用國語嘅啦用國語方言嘅啦音頻從到因為佢都輕高嘛冇變化嘛到也係音頻聽呢個用品，佢啲品是冇寫出來就是寫用呢個字用佢喺一開始呢都第3，最尾呢都就會3上上呢一開始係2到2，下尾呢先講下來都1，要徛起來要升起來都4有看到2、1、4安尼最尾嘅起上都一開始開始係到1變做1按你看到用圖嘅就會圖詩用書詩來寫嘅就會書詩法也講到呢客家話呢大家就都會看到你就做得按你來寫你可以來利用家下講用國語嘅像嘅學注音符號來加用睇下看到家下講你4音客家話有幾多個條？有6個條也免當寫1、2、3、4都8不過睇下看到冇6因為講因為6呢老2呢就會上上6用上佢
合并体的。韩国呢，第7个条呢，老第3条呢，是中央的，也还没中央像对中央的条的故说呢，甘体去就存到6个条大家就唔是迄几个音呢，嘛来赏析，唔是几个嘛饮品吟诵迄个唔是几个你就看一下下边。第1个条呢，你用苏式而写就会呢西呢西，一开始迄呢都后边呢迄较高变到西你用个吐司就会用家用过年个呢上你写2声你提起来第2呢就会送上西洋客家呢，係用苏式來講係3音3音，因為係講下來嘛，你就加用方言注音符號嘅4聲你就講下來3音第3個條留嘅方言嘅1聲中央就會按過，中央按過某邊不過你要用吐司的時間，要咩加用方言嘅1聲1聲冇表嘛佢省略嘛故說你這邊就冇用第4條呢剛剛講到客家話有你賞識佢時間較短，故說你用蘇式來寫的時間呢，有一種寫法就會寫你有一年呢會寫3年下邊有加一條線，表示講佢老面前嘅正常嘅3年有一個冇重要正常嘅3年呢時間較長業上呢較短係用吐司嘅時間，有咩用嘅下降嘅符號老天依家講到嘅雙上條，唔就重要嘅呢大家記得，因為業上是加講佢會有乜嘅？佢後尾嘅韻味會有波的歌。你看到波的歌嘅時間，佢就會3年較短。故所以第2條、第4條佢唔會唔會重複啦。唔會重複啦。你係看到波的歌到後尾佢係業上。故所以符號呢兩個來加用兩個符號唔會重複啦第5條蘇式應該係1音就會較大嘅平上因為下降嘅下降嘅符號啦，嗰調起來嘅符號啦韓國1聲就不能用起來你就用乜來就用打勾勾像過年的3聲來表示1表示1音佢大嘅設計佢大嘅平嘅第7條呢一家講過留第3條嘅重要第8條佢係業上唔過也上較高你做得寫也有名寫西不過叫較高呢你就留嘅國語的1聲的重要加用呢個1聲不過佢留第3條會分唔出來嘛？唔會，因為第8條呢係咪加講業上較短，重要都後尾看到波的歌看到波的歌呢你就知佢係業上故所嘅符號雖然重要，不過你用波的歌做的分辨就做的分辨出來你韓國看到下邊就做得老分太較清楚你對考試的時間大家要注意客家嘅你嘅年齡認證下一條的時間係用吐司係用吐司不過你看大家看你會寫唔好寫個蘇式或者寫吐司大家看到鴉片有一個字嘅三手西國無親力有冇？你看到嘅第3條、第7條就會用
嘅某个符号哦，冲过你的一生哦。啊，第四条呢，嘅国，啊国，佢咩係用嘅下降嘅符號哦，像嘅天一條。不過呢，看到嘅第四條呢，有嘅報道歌都係會啊，佢都會較短啊。啊，第八條咩係啊？佢係用一生嘅啊，一生嘅符號啊，留嘅第三條啊，第七條重要。啊，不過咧，佢係會有報道歌啊，唔就第佢係日常啊，個符號就要按嚟用啊，符號就要按嚟用。啊，你切下都係拖嘅時間，你拖3，你就感覺哦3一隻條嘅，慢慢咧又較高，從較大變到較高3，哦，你就用加用過年嘅二聲嘅個符號，數又較高，拖到較大。你就加用過年嘅二聲啊，叫做符號啊，就會按呢。啊，讀西，西就會高嘅哦，平嘅哦，冇變化哦，你就加用過年嘅一聲啊，就50條啊。啊，國嘅大嘅，喺隔咧第4條、第8條吼，國留日，唔做得切隔啦。讀看啊，一個大一個國日。國日啊，一個大一個國，你就分得出來啊。大嘅咧就加用下降嘅符號啊，二聲嘅嗰個符號。啊，高嘅嗰個日常咧，你就還要用一聲啊，50下啊。某哦，像某，佢個大嘅哦，看個數字這裡係11哦，佢個大嘅平咧，不過。某符號你就加用嘅3聲啊，國語的3聲啊，叫做符號。好，你到聲母、韻母、聲調你全部講出來。這裡講你就做得看到聲講出來，講一個聲你就做得寫出來，你就做得拼寫出來，就冇問題咧。最尾呢，還會講一個很多連音變調，連音變調，連音變調就係你哋講話嘅時間啦，兩個字，講講話嘅時間，有個字會變調啊，像過年嘅重要過年嘅3聲加3聲，佢會變調，比如講總，講太標準嘅總。統，嘅講較標準。兩個字加起來呢，變做乜嘅？總統。你個總就變調嘅啦。它發咩重要？西安發嘅變調當簡單。你實際字有乜嘅呢？音頻調就會加看到嘅意思啊，係向上嘅嗰個調啊。佢變到有一個詞嘅面前時間，佢才會變調。佢唔係接受有個詞佢都會變調，佢就後背接到乜嘅？睇下看下啲表咧，後背加一個咁樣加音頻咧，意思咧，又係加一個氣聲，各位嘅國語嘅一聲咧，能夠用呢，各位嘅個日常，一讀到日常咧，到後背嘅時間，佢就會變調，變乜嘅咧？佢會變做大平變做一，變做一，後背就唔會變後背唔會變你睇下看下表會看得什麼，下背你記啲嘢嚟講，第一組就講音頻加音頻，音頻連音頻，後背係啲符號嚟寫出來，就會用那個像過年二聲加二聲嘅時間，佢面前嗰條詞加講，面前嗰條音頻會變做大嘅平咧，就用符號就會3聲嘛，下背記啲嘢看睇下看比如講，嗰條同絲，流同，流同，表示講嗰條同本來係套音頻，本來套音頻，佢係講同田嘅時間，變咗一個詞，佢後背又係加一個音頻，佢面前嗰條同就會變調嘅，就會變到乜嘅？加講變大嘅平咧，大平，同田。
会读做屯田，像下晡变怎样？大葵、读葵饮品，葵种，葵种。你读到你会谈到迄葵啊，就会大个啊，毋过设计字应该迄葵，迄葵就会边挑，要大家要注意，第二组呢就会饮品加翕相，二声加一个里面底下就会用一声啊，安尼模写出来啊，比如讲，捏甜，看甜，安尼饮品不过你讲不用到面前，甜一，你就会出做甜，就唔会甜的啊，唔会出做甜一，你乖乖啊唔会出甜一，叫做边挑啊，面前那个边挑大葵，迄大葵葵风，迄咪边挑的，唔会出葵风唔会出葵风。叫做边挑的，知冇？第三组就会饮品加用液，都迄杯，面前加嘅饮品加一个的时间，过一个意思没会变。比如讲拜三饮品，迄杯加一个佢变面前的时间三液，知冇？三液嘅三就边挑的。下晡呢，皮薄喺表面前加一个用意思饱腹，迄咪就边挑的。要三组，大家注意，讲呀边挑跟大家比呢，就会提醒大家，因为你考试的时节啊，你只音标要标嘛个，要标。本条本条有说唔做唔得，老家讲的个皮包啊，做唔得写饱腹，你做唔个包，你就做唔得写三声你做唔得写大哥哥这样你就唔抄的营养的分片来讲，老师给你读起来就会饱饱公给你迄咪冇注意就写唔错简单。题目老人出包公然后个题则是挑一下，你不用后背佢就唔会变挑的不是你迄行唔写唔错，你就用个诗那也不用后背包公你就涂个皮包皮包迄包迄饮品，跟你就知个包呢也当是应该迄饮品就唔好写个三声唔好写大品安尼就知嘅边挑就会安尼。迄本呢还有复习今日呢讲嘅上模中向有意思嘅大家看一下你挑的通模然后佢读出来三类韵母韵母有74个包括葵米韵母23个，大家看到符号做嚟读出来冇？能够屁引米的韵母24个大家做嚟看一下。色引米的韵母有24个上音节、声音节音辅音有3个好，上条四音发6个第3条到第7条係共樣嘅，如果開6條呢就有7個邊條就會也有三種嘅情況記得係飲品加飲品，也係飲品加以上，飲品加用液。你面前那个饮品呢会边挑变到大品挑你在考试的时间要注意要写本挑好下晡有练习，大家做得去个写款大家写款好每一个呢有一个像大家要注意的位数比如讲大家看到下晡唔像呀参加其要注意嘛个记住有边挑个餐应该是饮品像食种呢就要注意其嘛个叶上丝两个丝就是叶上丝
天公、天公啊，加讲个公老公要分出来，要分得出来。还个田也有边挑，它会有一面呢就会有答案，有看到哈，也都有讲，会提醒大家那边要注意啊，像抢菜、反餐，伊就会边挑。个墙老烦就有边挑，唔好写唔错要写本挑下尾面，他有看到神发、神药、美强药，佢有边挑，韩国呢，佢嘅食盐呢玉米发药嘅个玉米要注意后果呢，係注意一個 L 嘅韻也較少看到，較難父母冊一隻詩主要去講一隻詩有較難就看到，一部分就係大家去讀嘅材料讀書記得佢嘅乜嘅意思留意寫出。發音也係注意佢嘅導音詩，乜意思咧？你像發也是有讀法跟住了解香水嘅香韻詩嘅詩佢都會較特殊嘅音你像韻詩嘅詩一般係講書學詩那種時讀詩大家要注意酸詩嘅詩也都特殊音有一個其他意思好下擺呢有幾個練習嘛你喺表演嘅時間記得上次會受到方言影響比如講肩部卡有人會讀肩部卡係唔錯休息受到方言影響讀休息唔錯趴眠唔係講八眠唔錯八眠就受到方言影響聽有個韻母會受方言影響嘅比如講平安有個較向上嘅會講平安嘅受到方言影響開門嘅重要你讀開門當叫做唔錯啦詞窮嘅窮叫做依嘅依的下來受到縮音嘅影響像危險有人讀危有人讀危也係縮音正確嘅係危今日呢，睇題就講述西演化嘅音標台灣客家話嘅內容。希望大家今日嘅課程愉快了後唔多對西演化嘅聲母、韻母、聲調、變調一定呢有一個基本嘅了解試下做啲應用學過以後呢做啲參加校語會嘅學年能力認證考試會順利會通過，希望你按自識。